大家好，我係史利生。今日係2月22日星期五啊。咁啊，恆指今日收市喺周線圖咧係跌穿咗250天線嘅。咁恆生指數跌咗300幾點，咁啊收嘅時候係報23305。嗱，大家留意一樣嘢，全年啊由07年到而家，恆生指數咧只係試過咧喺今年有一次星期五收市低過250天線，第二個星期五咧就上翻去㗎啦。嗱，又睇下今次準唔準？不過我會偏向於覺得咧，下星期五港股回升嘅機會咧係較大嘅。財爺會講嘢，第一，第二咧，今日星期五啊，國企大跌，隔晚美股大跌，但係我覺得個市咧喺23300咧已經唔係好跌得㗎啦。OK， 咁啊，大家仲有一樣留意喎，今日恒生指數期指都做咗一粒小嘅陽升啊！如果星期一只要出一支大陽燭，咁啊變咗咩啊？早晨之星㗎啦！咁即係話個市咧由24400幾跌到今日嚟講最低咧係24377點咧，差唔多啦，又準備炒翻上去，咁啊上喺度炒上落啊！留意星期一會唔會出大陽燭？咁啊，見到有啲股份可以推介俾大家留意下嘅，728啦，中國電信啦，啊咁我覺得呢隻幾強啊，咁啊走得啊728，咁啊390啦，睇嚟下個禮拜呢兩隻股份咧，我諗都仲有一個上升空間，大家去留意下。另外咧，留意下啲call 輪啦，我覺得咧只要今晚美股啊，大家留意下，今晚美股只要係唔跌。或者如果係升嘅話咧，咁我相信星期一好大機會個市會上翻去嘅。